成個過程咧就好崎嶇嘅呢個射門嘅方法，咁但係都要適應啦，睇邊個適應得快嘅啫。埋到嚟，洛迪古斯個水凼幫你控定咗。哎呀，掘唔起布梅呢度，弊啦，試唔走就俾河野大翔攞到個波，揾翻啲比較乾爽啲嘅位置啊！馬高斯側落去，俾唔俾到？俾唔到。但呢邊又不唔到，真係俾個水凼累死啊！真係。大場兩方面呢場賽事係先烈後備，咁相反上場聯賽就兩個杜生就齊齊正選披甲添嘅嚇。好啦 ，Faker 出翻個波上嚟，中路線右手邊，話送波，今次又係何爾咯。佢向前衝一段，再得翻轉頭先啦，攞得唔太順利。何野大場啦，即係時候證明下自己啦嚇。轉身馬高斯忍住呢球啦，直接依家啱啱就11月，係咯。何野大場，梁冠聰，跟住左邊，繼續梁冠聰。喂，又出嚟喎喂！好啦，呢邊高波炸入去，咁區頂，哇喺非常之好似俾個波打中個頭咁樣啊！羅倫斯再要話點樣保時保實晒㗎啦嚇，咁嗌啦場邊。好孭住位，何野大場有冇出波？俾翻中間，羅倫斯落底再撳埋嚟中間，嗰個搶奪又夠。即係其實本身爭標組咧就係想強對碰啦嚇，咁但係就當然因為今屆分到過嚟，何野大場，哇成條路私家路可以去㗎咯，但係佢又等一等，再側上嚟揾到馬高喺聯賽上面有可能個排名都真係對實際情況唔會有好大影響嘅時候，其實可以見到主教練入波，但係就入自己個局面啦。嗱呢下何野大場攞翻住個波，睄一睄周圍，傳翻過嚟左邊啊！都預備完場啦，就未有太大變。咁啊睇下東方呢邊會唔會快啲斬啲波埋去啦，仲有機會湧下，可唔可以追翻？